睇下呢個時候帶大家去睇下啲好玩又好睇嘅展覽先。咁最近有啲咩新科技呢？嚟緊龍年特別多人生 BB， 所以呢個喺尋日開幕嘅嬰兒用品展應該啱各位準爹哋媽咪。呢個舉行4日嘅嬰兒用品展，有嚟自世界各地嘅參展商，展出各種有創意同新穎嘅嬰兒用品。為人父母時刻都關心 BB 嘅身體健康，呢一張嬰兒智能睡墊就可以監測 BB 喺瞓覺時嘅呼吸情況。睡墊設有接收器，顯示 BB 每分鐘呼吸嘅次數。正常 BB 每分鐘呼吸約30至60下，當 BB 連續15秒停止呼吸，接收器就會發出警號聲。當 BB 離開睡墊，個接收器同樣會發出警告聲。BB 醒咗有喐動，顯示器又會顯示呢個 M 字提醒父母。咁樣啊，就算 BB 唔喺附近，父母都知道佢嘅一舉一動。